解到位，咁但係呢度有少少咧就係犯規嘅斯尼達。睇睇下門前點樣，大家就爭位啫，問題又不大嘅呢度。咁啊，不過動作咧，其實咧就馬田斯恩迪咧係佢都有少少不知所措嗰種感覺啊，因為佢嘅手咧有啲拉啦，定係高哥斯達呢個長傳應該靚嘅，雲佩斯即刻頂入中網，1-1嘅比數係咪？冇錯啊！荷蘭就喺劣勢嘅情況之下咧，追成平手，1-1嘅比數。一來一回啦，真係。咁啊，剛才大衛斯華個波唔入咧，翻轉頭咧就係雲佩斯咧就係接應隊友嗰啲長傳啊。咁啊處理得好好啊！咁啊個波當時咧就係其實你話攞落嚟都得，不過咧就係佢第一時間用個頭去頂咧，就係令到又頂到個拋物線個波啊！咁啊結果卡斯拿斯咧就完全係得個望字啊！睇睇呢個波咁啊嚟到敵方轉過嚟左邊俾阿伯蘭特，咁啊後邊咧就係沙治奧拉莫斯又上莊如慧啦。其實個問題喺呢度過往幾球沙治奧拉莫斯都好興咧，就係莊如慧嘅。頭先剛才洛賓入攝嗰下咧已經係一個警號。我覺得就冇必要嘅，因為你既然你夠足。